大家好，我今日 recap 一下黃金嘅情況啦。咁我由今朝早9點 AM 開始講你啦。佢今日嘅 set up 呢，其實9 AM 之前呢，佢都係橫行咗喺度。你見到啲 ST 線，即係 double tap 個指標，嗰啲 ST 線呢，翹埋晒一齊。咁今日就有少少特別，佢係做一個向上假動作線。佢呢一刻咧係放量，企晒喺啲 ST 線，想向上開咁樣。咁當其時其實佢都有個 M5 向上 TP，我記得係行咗 TP1嘅。咁你依下可能係其實係應該會做個 call，有機會你做咗 call 啦。咁你去到呢度食，你食唔食都好，應該係 TP1會食咗部分，然之後俾人打逼 even。但係如果你冇食到嘅話呢，你要留意翻，當佢價格唔係向你所行嘅方向發展嘅時候，你就要開始好小心，要諗防守翻，甚至乎 SL。咁去到呢一刻呢，本來係個價格係企咗喺個 ST 線，即係呢一紮淺藍色啊 M3、M5ST 嚟嘅，佢企咗喺上邊嘅本來。但係去到後面發展開始去俾人撳住咗，甚至乎呢個區間淺粉紅色，我畫咗呢個區間，佢甚至乎呢個係懟爆咗落去，即係變咗做向下爆邊嘅息路。咁你嗰刻你嘅 mindset 要即刻轉啊，其實。所以有陣時你炒金，如果你轉身唔夠快，你觀察，你 keep 住要 track 住個市場，你要睇住。如果唔係你 call 咗，你呢度就好大鑊，你呢度輸幾十蚊可以。所以你一定要 set，你唔得閒睇就一定要 set SL order 咯，冇辦法一定要 set。咁如果你當刻你係睇住個市，佢依下其實係9.9、9.10度啦，即係港女開市嘅時候，差唔多同時間發生。咁佢依下其實係突破咗個區間底，然之後呢，佢都有放量配合。然之後佢回測最後一次 EMA， 即係黃色呢個 EMA。咁即係其實佢係構成咗向下爆邊嗰個 set 咯。咁呢度其實我哋應該係可以向下沽。沽佢嘅原因係因為個價格佢區間呢度，然之後個價格係俾啲 ST 線撳住晒。佢仲要之前做一下假突破，困住咗一堆 buyer 喺度。佢只要一洗落去咧，嗰啲 buyer 即係成扎依度嘅買盤開始要止蝕。咁真正開始啲人止蝕嘅位咧，係可能係喺依一棍嗰度，即係佢最終真係頂唔住嘅要斬。呢度全部買嘅人短線啦，起碼短線買嘅人呢度要 SL， 咁啊造就咗佢一段好順利咁樣殺落去嘅波段俾你做，即係依棍放超級巨量，千幾張期貨喺同一分鐘之內，依一棍依一度正式爆落去，崩盤咁崩落去。咁你崩盤有咩做呢？你其實仲係可以沿住條黃色 EMA 線嗰度沽落去。我放大啲，即係好似呢啲，你可能未必喺個最底度即刻撳掣追沽，你可以睇下你觀察下有冇一刻係盡量貼住個黃色虛線，即係可能呢啲位啊，呢啲位啊，咁咪一路 put 落去咯，put 落去嗰啲細 time frame TP 嗰度。佢日線圖其實不嬲都有向下 TP 嘅金，所以你可能呢度 put 咗都仲有肉你食。我當你呢度3165 put，你落到嚟呢度都5553，都成10蚊呢度，即係咁遲 put 都有肉食。唔好講話你呢度就已經 put，最好嘅入場點其實梗係穿呢個位就試沽啦，呢度回測可以沽啦。呢度都可以沽啊！呢度再均落去，即係其實佢好似落樓梯級咁。當一個 trend 形成咗之後，佢係一級級咁樣落噶嘛。
你都見到，沿住條 EMA 落，啲 ST 線呢一路撳住佢，一路落，一路落，一路落，直至到依度開始特別再放多次量，又係成千幾張呢度，依棍好誇張。咁通常放量呢啲呢，我自己嘅習慣係會畫翻條線俾佢，即係我做菇，當佢有一刻夾爆翻呢支放量棍嘅棍頂，你就要開始小心。咁亦即係話佢呢度落，再落多次，呢個都有量嘅。但係其實依下你開始發覺佢放完量之後呢，冇再線落去，冇再均落去。咁其實呢一刻已經要開始小心。咁真正你做淡要開始要走人嘅位，其實係佢夾爆我呢條紫色線，即係呢個放量棍頂呢一刻呢一度。呢度其實你做淡要走啊，甚至乎你可以做你左側嘅話係，甚至乎呢度打反彈添開始。咁你見到佢依下放量夾翻爆啦，呢度你 suppose 係走淡啦，你最遲呢度要走啦。你呢度可能未食都未頂啦。咁但係你呢度，你之前如果呢度一路沽，你落到嚟呢度嘅利潤都好犀利嘅。你3150，呢度3120幾嘅大佬，20幾蚊。咁你去到直接呢度，如果你畫條線喺度呢，你會見到佢呢度開始打反彈，呢度上啦。佢開始啲 ST 線撳住啊，甚至乎 EMA 即係黃色呢條線啦，佢翹咗上去。咁係你呢段其實可以打反彈開始。嗱，我畫呢條線其實有啲用。佢彈完一次之後，佢呢度想再落多次嘅，但係佢都冇再穿。咁就造就咗佢3點零4點之後呢段咁勁嘅反彈。你可能未必，你呢個位其實你 miss 咗 call 唔緊要，你可以一路觀察佢啲放量位。嗱，你觀察到呢度佢冇再掟落去，咁你兜翻上嚟呢度，企 ST 線呢度呢啲位呢，其實係 OK 有利進場做 call 嘅機會嚟嘅 set up 嚟，因為佢係啲 ST 線喺晒下邊，佢企翻上去，咁轉好咗個勢。咁你喺呢啲位嗰度 call 咁咪都 OK 咯。你真係呢度 call 你嘅防守咪可能最低呢條 ST 線嗰度，或者呢啲淺藍色 ST 線嗰度。咁你如果你呢度你決定搏 call 嘅，咁你最尾咪點都有得你贏咯。呢度一路上，一路上，一路上，上到而家7點，整體上都仲係彈緊。而家其實呢條 1RST 撳咗入嚟啊，即係紫色呢條。佢而家去到 1RST 嗰度，啲 ST 線開始又串埋一嚿。咁我哋睇下今晚佢後續發展係點。你可以睇翻遠啲咧，其實佢係兜咗個底咁樣，即係幾乎成段跌幅收復晒咁滯，好誇張呢下。咁今日嘅 recap 即係由朝早去到而家呢一刻7點鐘，就係嚟到呢度。即係記住你放量棍嘅時候就要特別留意啊！無論你做 put 又好，做 call 又好，其實有陣時你做 call 做 put 冇所謂嘅，你爭在係你個 set up 你入場嗰個時機。即係你就算可能你冇 put 到 miss 咗呢成大段，咁但係你去到後邊，你見啲 set up 啱翻，你做 call 一樣有得你贏錢。所以唔存在咩錯失機會嗰啲嘢，根本日日都係機會。好，咁今日嘅 recap 就大致上係咁多啦，拜拜。